这个刚才杨香唱的这个摇篮曲是吧？大家听了他的歌啊，还有什么一些不足的地方，在座的都是专家，特别是唱的是苗语歌曲是吧？所以大家下来以后可以共同切磋，教给他，让他尽快的成长啊！听着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再给掌声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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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的话，这个环节的话，我想这样啊。像昨天我们已经说了，昨天我们预演了，今天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上台来演唱啊！谁上来演唱，想唱就唱，敢唱就上。上来的话，奖品大大的啊，一张挂历，杨香的一张挂历啊，杨香的一张挂历送给他。这个挂历不是多少钱，最主要是鼓励你上台演唱。来有一个锻炼的机会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下面的话我们这个环节看谁能先第一个踊跃报名上台，谁上来就是谁的这张挂历啊。昨天都也出现在他们当中，不要小看他们，从小爱音乐爱舞蹈。下面我想请一个一个给他们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哪一个地方的，叫什么名字，性别男的女的，好吗？这还用介绍吗？大家掌声！大家好，我是我的梦啊！哎呀妈！大家好，我是马盖乡梁子监村这里的本地这里的，我是要怎么介绍？我的名字叫做，可以叫我杨晨叶。这里很多人都认识我的，都是同学啊朋友，很多人都认识我的名字，我叫杨晨叶，你们可以这样叫我。我是啊。我老母，大家那种固定人家，大家呢经常用，我跳的两只口，蛮介绍，谢谢呢。背到你说呢，住在海边的啥人，两间女的个，我要买500点的啥的都包容500。你包的我一年的你当你活了很多的个，那你我以后要两只口的，二度菜你好屋里500买，一种列的，一种列的固定包3人家种，我能背的3呢，我要两只口。但是呢，我很荣幸，你上来多晒被人呢跳舞的，要你的固定帮上来，原来都是小的，可以随便的被很高兴的加上被舞蹈了的，但是嘛，我很荣幸，祝你出来做到，莫路些容易被的，以后不要听到更快容，让你这个地方被猫仔给见了，更快发扬，更快广大，祝你我咋？名菜羊肉啊，我找。羊肉啊，我找啊，你们听得懂啊？我说什么是吧？啊，谢谢，说明我这2天没有白吃这个苗家饭啊，我已经学会了这2句啊。这3位呢是我们苗家的小女生啊，未来的成长都要靠在座的父老乡亲的支持和帮助。下面我们用一点热情的掌声欢送他们下场，好不好？他们的节目啊后面还有，大家尽情的等待。有请掌声欢送。好了，配到不对了，大家娘容啊！